西九高鐵站一帶近年持續高速發展，大型商業同埋文化藝術項目相繼落成，進一步鞏固西九商貿樞紐優勢。新世界發展最新推出嘅廣東道 Bohemian Collection 系列全新項目 Austin Bohemian 遵義，係區內罕有嘅全新住宅項目，亦都係近10年嚟最接近高鐵站嘅新盤。行大約4分鐘就可以去到高鐵西九龍站，最快14分鐘車程直達深圳福田站，佔盡中港雙城生活圈優勢。今日率先帶大家去西九實地直擊，並且解構項目兩房示範單位同埋其他配套設施。遵義鄰近港鐵柯士甸站、高鐵西九龍站、佐敦站同埋九龍站，享有2站9線交通優勢，只需要搭2個站就可以無縫接駁全港9條主要港鐵線，輕鬆往返港九新界各區。由項目出發行大約2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港鐵柯士甸站，大約4分鐘就到香港西九龍高鐵站。由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出發，一站聯通全國96個大城市，為經常要穿梭香港同埋內地嘅人士提供極大便利。由佐敦站去金鐘亦都只係需要大約7分鐘車程，快速連結港島核心 CBD。除咗交通便捷，鄰近嘅西九文化區設有 M+ 博物館、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世界級藝文場地，並且設有西九藝術公園同埋西九龍海濱長廊等。項目經柯士甸站出發，4分鐘直達尖東站，連接同係尖沙咀 K11 多元文化生活圈，從 K11 MUSEA 等大型地標商場可以享受高檔次消閒娛樂體驗。事實上，西九商貿樞紐嘅優勢正喺度不斷強化，未來高鐵站上蓋商業項目以及藝術廣場大樓將會相繼落成。連同周邊甲級商廈，估計未來合共提供超過2000萬尺商業總樓面面積，將會繼續為區內增值，吸引更多中外跨國大型企業進駐，帶動區內住屋同埋租務需求快速增長。遵義作為區內最新嘅住宅項目，自然備受各方關注。項目提供1房至2房單位，係現今最受投資者追捧嘅戶型，亦都設有少量特色戶。整體實用面積介乎212至到380尺。今日率先帶大家參觀參照18樓 B 室打造嘅以裝飾無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80尺，2房間隔。更加設有現今新盤市場罕有嘅梗廚同埋名廁，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間，反映出發展商喺開則規劃上嘅心思同埋功力。單位層與層之間高度最高達3.15米，有效提升空間感同埋實用性。全屋以 Bohemian Style 為設計靈感，大門門框採用拱形曲線設計，同項目基座嘅金屬拱形曲線框互相呼應。門後面設有全身鏡，方便住戶出門之前整理儀容。客飯廳明亮寬敞，間隔分明。客廳嘅位置設有多功能茶几，而設計師亦都將梳化對上嘅牆身設計成為藝廊牆，實用又美觀。屋內以大地色為主調，配搭橄欖綠色，營造舒適嘅起居環境。大廳以落地玻璃趟門直通戶外露台同埋工作平台，設有多功能 Balcony Plus， 包括洗衣乾衣機、防雨燙閘、Magic Hanger 2組自家製嘅晾衣杆，方便晾掛衣物。細節方面同樣考究，壁燈 House Light 採用金屬流線型設計，將型格格調延伸去到室外。廚房係梗廚設計，提供充裕嘅備餐空間，最緊要係有窗，令採光同埋通風度都增強。發展商細心引入一系列德國名牌家電，包括電磁爐、嵌入式雪櫃同埋嵌入式蒸焗爐等，為住戶帶嚟愉快嘅煮食體驗。主人睡房設有一體化嘅精品衣櫃，令空間井然有序。另一間睡房設計兼具實用同埋舒適功能，配備符合人體工學嘅書台、流線型收納櫃，等住戶喺提升工作效率之餘，亦都不失品味格調。
浴室方面係廣受買家歡迎嘅有窗名廁，窗戶帶嚟嘅自然通風同埋充足採光，相信會係一大賣點。浴室亦都設有多功能鏡櫃 Mirror Plus， 採用雙插座設計，提供 USB 同埋電源插座，貼心照顧住戶所需。同時，全屋都配備一系列新世界專利設備，造型匠心獨到。配套方面，遵以住客會所 Club Boho 延續 Bohemian Collection 系列型格風格，並且係呢個系列首個引入 Speakeasy 設計風格嘅主題會所，包括 Pulse Stream 同埋 Groove Garden，動靜皆宜。